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繁华的都市，霓虹灯闪烁，球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手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啊，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。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有啦有啦，我讲的拢遐543的毋正话啦。啊，无连工我来补习班补习啦。补习啥？补习古诗啊！安尼以后看你讲话拢会当安尼吟诗作对，知影无？啊，你是咧笑啥啦？美凤有打电话转来无啦？哦，我看连咪敲转来啦。牛丁的啊，查囝你是安那教的啦？出国后壁敲一个电话转来报一下平安的，害我也要烦恼死。你是咧急啥货？啊，问题啊拄仔就已经讲啊，你暗暝就敲转来啊，你做你安心啦。我是已经等规暗啊呢。美凤今仔无敲电话转来吼，我就无放你过啦。等下，是要去倒位啊？我来买粉啊。你粉食啊济是要创啥啦？是想要钓戏干？厝里迄落茶米无够，我来买茶米。等下，昨昏才打出去买尔，今仔又要搁买？无啊，当你是厝里坐袂牢，想要去外口看你的意中人。阿母啊，你讲阿爸咧想意中人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唔通看恁阿爸吼，硬做伊真老实、真故意啦，但是心肝内吼，拢嘛咧想一个乌落无济的代志啦。人看到迄小查某甲洗毛背吼，就迄三魂七魄吼，你唔知飞飞对倒去啊！是有搁要去倒啦？我听你咧讲话啊，听啊规个头壳都戆去啊啦！我来房间休困袂用着。阿母啊，你伫我面头前甲阿爸讲甲遐歹听，安尼敢好？我管我的翁是我的代志，你唔免插嘴啦。你参你阿爸同款啦，头壳拢戆戆啦。美云要出国，也袂晓含你约一个敲电话的时间，害我等遮等规暝，等伊的电话拢也无敲来。有人伫无？请问你要找啥？我要找内宝啦，请坐啦，多谢。请用茶啦，真多谢。内宝有伫无？无伫咧啦，伊去高雄找头路啦。啊，请问你是？啊，我算是内宝的朋友啦。啊，应该讲是同事啦。我叫做罗外霞，原来是罗小姐哦。啊，你找内宝有啥物代志哦？嘛无啥物代志啦，只是顺路吼来甲看一下啦。真歹势啦，伊拄仔无伫咧啦。啊，等内宝也转来吼，我会甲伊讲罗小姐有来找过伊啦。真多谢。啊，小姐，请问你几岁哈？莫叫我小姐啦，我听煞袂惯势。你叫我阿丁就好啊啦。啊，你是内宝的小妹哦？
唔是啦，我是，这是要安讲呢？算是朋友啦。恁是在偌久啊？无偌久啦，才2、3天的尔。骹手阁真紧。啥？你拄仔讲啥？啊，无啦，无啥啦。无罗小姐，中昼了才食饭啦，免客气啊啦。啊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吼。罗小姐，罗小姐。会记咧头一摆你最怀念的时阵，我感觉做意外，所以你送最怀念的时阵，我感觉特别感动。迄间厝，我阁记得最清楚。推个啊，你对素丁的感觉安怎？伊若做咱的新妇，会用的袂？素丁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是也真会考处理的。要毋过问题，你有考虑讲伊的身份是毋是足复杂的？我即摆毋是烦恼讲伊是毋是会当做咱的新妇，我即摆上界烦恼，就讲伊的问题是要安怎解决的。就算讲咱有个心要家留踮咧厝的，是会当留偌久？也若是毋留伊咧，是要叫伊去倒位？想来想去吼，实在是无办法解决。哪有迄个讲无办法？啊，咱着规矩叫伊出去就好啊。问题哦，这款代志哦，咱着做袂落心啦。推个，我有听人讲吼，这买卖人口吼是犯法的行为呢。咱会用叫文治吼来办这件代志啊。哈，这早我拢总想过啊啦。咱若讲真是去报案啦，时到去害着素丁啊因老爸哦，着去互查某警察保镖拍死哦。啊，会煞袂晓要求警方来保护。哼，但伊也毋是啥物重要人物，派出所哪有可能会派人甲伊保护啦？另外还佫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叫素丁老爸吼，甲钱哦摕害人啊，就无代志啊啦。你毋煞伫咧讲过，啊伊若够有钱当害人，也着遐尔啊要求将伊的查某囝压互别人，凊彩讲，伊是要倒生钱啦。推个啊，你哪愈讲愈大声啦？歹势啦，啊，就是安尼心急交着啊，愈讲煞愈大声啦。莫讲，莫讲啊啦！人咧讲哦，紧事关办啦，莫急。对啊，推个啊，迄天吼，就是伫遮啦。阿素丁有讲吼，可能是过身的阿母哦，阿芳啊，讲叫伊来咱店里哦，才有活路，敢有可能？我要哪会知？伊啊，伊就安尼讲，咱就安尼听，也无要安怎。推个啊，你有咧少年阿芳无？你乃无代无志甲问这？我看你吼对素丁这样关心嘛，我咧以为讲吼，一定是素丁吼是阿芳的查某囝，对无？啊，你毋是共款关心素丁，敢讲你也是咧少年阿芳？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来宝啊，啉茶唔好啉啦，我来甲你泡烧茶啦。免。来宝啊，你
你这双袜仔破去呢，我甲你补补哦，还阁会穿的哦。多谢。这什么人送的？啊，我煞袂记甲你讲，你有一个朋友叫做罗月霞来找你呢。哦，伊敢有讲啥？无啦，啊，有啦，伊有问我讲哦，我甲你熟识偌久啊？我讲才2、3天的尔，啊，伊阁有讲什么骹手真紧的款呢？对啦，我有留伊伫咱遮食饭啦，啊，伊就雄雄就出去啊。我出来去。头路找有无？迄个小姐甲你真速配，真水，阁真少年，恭喜你！恭喜啥？伊也毋是我的女朋友啊！啊，我希望伊是。咱两个算是好朋友，我希望你会当得到幸福。你免替我想遐尼济啦。阿丁只不过是暂时踮阮兜住几工啊，我甲伊完全无关系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敢是有代志，才会当去找你。来宝，你转来啊！来宝。你上破袜仔吼，我甲你填好啊，你要试看卖下无？你免遐尼假步啦。假步？我遮尔好心，你煞骂我假步？阿弟，100块会当买几落双袜啊？你即马敢捌看有人咧补袜啊？钱足歹趁的呢，较欠吼才会久长啊。你唔通袂记咧呢？差1块吼，你就袂当买车票坐车；啊，若无1块吼，你就袂当敲电话安尼。好啊，莫讲啊，莫搁啰嗦啊，好无？从今以后我的代志拜托你莫管好。啊，搁有啦，假使我若是有我的朋友来找我，嘛拜托你莫插嘴啦。我无再找着你啊！你莫大笑我啦！来吧，你干嘛找我？你是靠啥？谁甲你欺负啊？是来宝啊！来宝伫当时甲你欺负啦。俺都拄假。你讲来宝甲你欺负？啊，伊啥物欺负啊？俺都伊的袜仔破去，我替伊补袜仔，伊都骂我假步啦。啊，佮讲哦。叫我后摆莫管伊的代志啦。好啊啦，莫哭啊！后摆哦，你就莫插伊的代志就好啊。好啦，我知啦。阿伯啊，恁一定拜托邀吼，我即马后就来煮饭吼。推的啊，锁定这查某囡仔吼。实在是真乖呢。伊若愈乖，伊的代志咱就愈歹处理。阿爸，啊啦，你有啊，买着啦。啊，毋过吼，迄查某店嘛问我讲，我是毋是要送互我女朋友的啦？我煞毋知要怎解释啦。对阿爸，啊，你是要送互倒一个女朋友的？有啦，我要送互女朋友，别讲，哇，迄个蛋。我无是要送就送，当然嘛送恁母爱啊！是啊，咱阿母已经几岁啊？啊，你穿这款物啊？哎呦，本地啊，这你着外行啊！
恁母啊是愈老愈爱水，愈爱窈窕，等下你就知。文弟啊，你今仔哪有时间较早转来？美云啊，有打电话去分局给我啦，交代我一定爱来甲阿母请安，所以我就赶转来。美云真乖，好啦，后摆若打电话转来吼，你一定爱甲伊讲，讲阿母吼真思念伊啦。油灯的啊，啊你那上单一直甲我看啦，我是身躯有金啊。无啦无啦，我是咧讲吼，啊你最近吼为着美云出国的代志，踮咧烦恼吼。我感觉你这胸坎有较瘦，这身材咧变啊呢。真正有变哦。我安尼是要安怎办？放心啦，我拢替你准备好势，来，摕去看卖，你就放心啊。是零配啊！哎呦，李友丁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哦！这我已经有困难领，你搁后白开钱去买这？这不是一般的零配啊呢，这叫做调整型内衣啊。那啥物事嘛，赶快是零配啊！摕去用啦，钱会记共摕转来啦。哎呦阿玉啊，这退行伊无彩啦。我甲你讲啊，你若穿这哦，迄身材哦会变较水，而且看起来哦较性感哦。敢有影？有影有影。安尼我来试看卖。阿爸，啊，敢真正穿迄吼，啊，着较有身材，啊，较性感。我知。奇怪，怎哪有一罐洋酒？阿瑞呀，来啦来啦，你甲我看一下。看啥？这有较大，这有较细无啊？啥物较大较细啦？我哪拢听无。阿玉啊，你到底是要叫我看啥啦？哎呦，阿瑞啊，啊你是故意看无啊，假影看无啦？你敢有感觉我今仔的体格有较窈窕、较性感？有啦有啦，啊你今仔日哪会较水啦？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啊！啊，着阮柳丁吼足好心的啦。昨暝去搞买一束迄落叫做迄落哦调整型的内衣啦，名互我穿起来吼，体格加我窈窕的，也毋过吼差就差伫吼手到有够暗的啦，根本袂喘气啦。阿玉啊，你实在是吼爱水毋惊流鼻水啦，安尼对人个流行。有影吼，恁柳丁哦对你实在是有够体贴的，啊你嘛毋通安尼不时个凊彩骂。查甫人吼，拢是真爱面子的啦。我知啦。啊，推过咧，去目水费甲电钱啊。哦，阿瑞啊，我看吼，你有拿去买一套来穿看卖啦。咱这查某人年岁若大吼，都爱加减装的啦。万不你推家去外口风骚吼，到时你要哭得无目屎。放心啦，部推哦袂嫌我啦。话是上介好，安尼吼，无用做你啦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。啊，不知影失去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你有电的啊？啊，你是咧等电话是？无啦无啦。我明明就看你今仔来电吼，就一直为电话这边上。喂，柳丁专家，别个阿爸专家了。啊，啥物啊？哎呦，食了有煞嘴哦。啊，多谢你学了哦。我先甲你送过，哈。等下啊，还又搁要送一碗是？晓啦，唔是啊，即摆哦，要送2碗。阿玉啊，迄个我顶下唔是甲你讲过，讲吼，咱这个做食生意吼，得爱培养6颗喙斗。你甲看，顶一摆送1碗，啊，即摆哦送2碗，不定哦第3。好啦好啦，莫搁等要笨啊啦，要送就紧去煮啦。
咧抢三哥啦，一定有问题的啦。人客啊，你是要买菜，还是要果子啊？人客啊，这恁购真贵呢，啊你还要纳钱都加落去，安尼袂用的啦。几号呀500块，免遐济啦。钱唔是要赔互你的啦。喂，我问你一件代志，你若老实讲，我会使佫1000块咧。什么代志？这几天啊吼，你有看一个查某囡仔咧，山山啊倒了，搭来恁店的无？无啦，无看啦。头家娘，你若有创迄个查某囡仔，就较紧交出来，无交出来哦，你就知死哦。我就是无啦，钱给伊啦，紧走啦！杨杨诶，我相信伊也无去会食。